有時候咧，唔穩定嘅情緒真係未必係你嘅錯。如果你一段關係裏邊，你嘅情緒以前好平穩啊，好安靜啊，變成咧依家好焦慮啊，好失控，好暴躁，可能問題在於你同對方出現咗溝通嘅問題。其實咧，情緒唔穩定嘅背後咧，係因為你嘅一啲事觸發到你內心嘅唔安全，對方唔回應你嘅問題啦，或者出現矛盾嘅時間咧，總係迴避啊，或者冷對待。呢啲情況咧，會令到你自己咧被忽略啦，被冷落，甚至乎咧係懷疑自己咧到底係咪做錯咗。喺對方唔尊重你嘅感受嘅時候，你幾冷靜咧都好難保持住嘅。最令人心寒嘅係，當你情緒爆發嘅時間，對方話你情緒化，唔講道理，將啲責任咧推卸喺你度。幾好嘅脾氣咧都收唔住啦，所以咧，如果你好似以前咁樣好溫柔啊、理性穩定嘅情緒啊，依家變成脾氣差或者好唔開心，記住呢個咧未必係你嘅問題嘅，可能你遇到一個唔啱嘅人啦，或者係喺段關係上面咧冇溝通好，記得愛自己多啲啦，你值得一段令到你安心嘅關係喎。